我觉得这个机台非常的方便，因为就是平常家里如果回收的话，回收车不是每天有，所以当你集到一个数量的时候，又可以过来投，然后同时又有折价券可以领，我觉得非常的方便。感觉这个用心真良苦，因为伊这耗资足济吼，足大笔的金额去做，用心足良苦的，伊转去回收物就搁再做，就搁足济过程。这个拢是人员用心的所在，甲因用心对环保的一种概念，去推广。这么良好的政策，也是大家都应该要共襄盛举的。台南市的智慧回收岛从106年开始启用以来，受到各界的好评也很多人的广泛使用。那一年大概可以回收到100万个。那全新升级的重点包括，我们这是可以从以前的8小时的服务，现在变成24小时的服务。那民众随时有需要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这个智慧回收岛。另外呢，它也加大了后端的这个储存装置最多可以回收到这个保特瓶有4万只的容量。另外还有这个玻璃的回收是全南部第一座的这个玻璃的自动回收机那欢迎市民踊跃来使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资源永续一向是我们推动环保理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那非常感谢我们民间企业有这样子的一个用心，能够把这个宝贵的用地然后跟我们资源回收业者合作。我记得在我背后的这个资源回收机器，在当年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从罗马尼亚来的所以是台商在罗马尼亚推动资源回收，相当卓然有成以后，把这个经验带回来台南。而这经过几年下来，已经让很多台南的市民朋友们非常的接受这样的模式，把家中的资源或是铝罐投入这边的这个资源回收机器，然后换取那个折价券 coupon， 那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量贩业者能够在这边能够使用。那我真的非常感谢我们企业的这个社会责任以及他们对于环境友善的一个精神。那接下来我相信这个资源回收岛不仅是以前的一个扩大，我相信要把这个经验继续扩大到其他的地方。我们台南市政府也将盘点其他可能的空间，把这个资源回收的概念越推越广，越来越好。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26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2023台南国际龙船锦标赛，总共有103支队伍参加。经过4天的比赛，各组的冠军队伍也伫个决赛激烈的竞争当中着出出炉。市长恩伟体亲身到场主持闭幕典礼。颁奖鼓励得奖的团队，为今年的龙船比赛画下圆满的句点。今年的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总共有103队报名参加，竞争非常激烈。4天的比赛吸引真侪民众到场观赛，为选手加油。各队伍龙舟好手也拼尽全力，争取上好的成绩。哇！目前在甲水道的金城青商龙舟队，他们率先抵达终点哦。那第二个紧追在后的就是丙水道的好心肠的坚持哦。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台南的国际龙舟赛坦白讲已经停办了2年。但是你可以看到我背后，大家喊声震天，可以知道说今天的热闹精彩可期。今年总共了103队这个打破过去的纪录，有这么多队伍参加，那每个选手都卖力演出。而且你知道我们今天是端午节，可是今天早上是我们台南国际芒果节，我们台南芒果盛产季节正式展开。早上吃芒果，晚上看龙舟，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各组的冠军队伍分别是大型龙舟男子组国立台南海事队、公开女子组深田印刷土城高中联队、
工商团体组、金城轻松龙舟队、大专一号组、嘉耀水上活动社 A 队、高中职男子组、国立台南海事体育班队、国中男子组、土城高中国中部队，以及小型龙舟男子组、金城轻松小龙 A 队。甲公开女子组、台南二中校友总会队、市长杨美忒也亲自颁发奖状予得奖队伍。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位伫北区的定环境顶土地公庙，主事福德正神，陪祀祭天大圣爷甲临水夫人，是当地民众的信仰中心。伫5日这一天举办一系列的都会转运活动。特别的是，庙方今年佮推出顺手工限量的8公指定款都会转运篷包，予信徒免费来索取。定环境顶土地公庙将每当端午这天定为都会转运日，庙方除了安排净水仪式，替信众除歹运、招福气，也提供午时水予信众索取。今年更手工制作了200份限量版的8公都运转运香包，甲信众结缘。虽然活动早点才开始，不过有真侪信众更是透早8点外就来现场排队。我早上8点半就来了。早上8点半。对。希望领到这香包能够有什么样的意义？可以帮助我今年可以除税转运。装好运，度过这一年这样。每年都有来拜拜啦，也刚好很难得的第一次刚好听到庙方有这个准备香包所以特别幸运的跟孩子都有领到这个前200名的那个香包券。希望今年来年会更好。今天来的时候刚好看到有在发香包的活动借由这次跟土地公结缘这样子。顺手工限量8公指定款的都会转运香包，是信众张小姐发愿护持的作品。你为什么会发愿制作？原来是为了感谢定环境8公救治母亲的神恩。去年我妈妈生病，所以刚好梦到白蛇，然后刚好人家都叫我来正院进顶土地公庙，然后来到这里之后就发现抽签，然后我们有志工老师都会帮忙解签，那一路帮我妈妈顺利找神明，然后完成到出院，整个10个月。整10个月，那我妈妈现在也平安在家里了，对所以就是觉得很感谢8公很有灵验。那我就是第一波在清明节那时候已经做了平安福袋夹结缘150个，那这次就是8公有指定说要做粽子香包，就是用宝贝的方式去问8公。那问了之后，我就是选布给他。选的这一块就是有点像海浪，然后乘风破浪的感觉的兔子，刚好今年是兔年，那就刚好做了正元镜的这个支标，那就是刚好做一系列，然后8公就指定说是要做200个，对，然后就是刚好去买布的时候，那一块布刚好只剩下10尺半，做完刚好就是数量刚好。张小姐讲，都会转运香包为材料、外形、色水以及7种都会转运内容物，开放所做时间等。拢是伊向8公跋杯请示后，得到3个圣杯才采用的。得到香包的信众，也将这份8公的礼物过炉，祈求定环境顶土地公庙众神尊来保佑。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安平区宜平里活动中心伫106年被逼让予市府交通局作为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议员林美燕日前就透过市政总质询批评市府阿爸，要求交通局的幕僚单位退出，互里面会当重新登去原来所在，伫1楼做活动中心使用。市长黄伟忒嘛承诺会优先解决。位伫平通路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原本是平通市场的用地，2、3楼作为宜平里的活动中心使用。不过，伫赖清德市长的时代，将建筑物改为大台南交控中心，而活动中心则是刷到户外，暂时用货柜屋来代替。对此，议员林美燕日前透过市政总质询，要求交通局应该将幕僚单位来迁出去，将活动中心用在重回原址使用。阿爸的行为将我们的活动中心撬起的是被做这，就是要做这个，但是呢？现在除了2、3楼之外，我们1楼停管处的办公室在110年就结编了，有停管处哦。恁当时伫要规划这停车管理处的时候，你
你可不可以要在那边办公？这个现在已经没有了，没有的情况之下，那个所在就是跟我们原来规划的目的是不见了，不见了啊！我听管处没来办公啊，我这个单位没来办公啊，结果交通局。虽然这不是你任内，但是你给我做二把，你硬把听完说没有了，你把2个课打领导委2个出来要办公。那跟你说，报告。你动这我依凭你的李明是做什么3等公民啊？会中议员表示，虽然民政局伫民国109年规划要伫宜宾里的公园兴建多目标的活动中心，不过却要求地方爱联署通过使用公园。一直到目前拢无定案，因此宜宾里的里长蔡进天伫个议员质询当中，嘛带着李明到议会来顶情，市长嘛当面承诺会来优先解决。我承诺吼，伫个我任内就要互大家吼想办法有一个活动的场所，一个活动中心。我把这个物件积极来做吼。请感谢多谢大家吼，嘛感谢咱蔡里长做积极。进前你嘛来找我，我唔知。市长因为你日理万机，你是不是换一个对口窗户，我们来跟他沟通。我请咱的市府彭秘书长来直接就这个专案吼来积极来处理，因为我伫我任内过去4档，我已经去41间新的活动中心。咱本来活动中心变啊无活动中心，更加应该优先处理，安尼好唔好？谢谢。市长强调，14年的任内，就新增加兴建41座的活动中心，尤其宜宾里完善的活动中心，即卖缺变无，当然要优先来解决。未来将交由秘书长作为沟通的窗口，尽速来处理。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台南市有一位50岁先生，因为长期双手会麻会痛，甚至行路袂稳。经过台南市立安南病院骨科理学甲血组强定的检查，发现是颈椎间盘突出甲神经筋的压迫，后来透过前路颈椎减压融合手术，才让这位患者恢复健康。现代人因为爱看手机姿势无正确，容易造成低头族。一名50岁的吴先生，因为介意倒伫个门床顶来看电视或者是手机长期造成双手会麻会痛，甚至无法度徛直，行路袂稳，一直到台南市立安南病院检查，发现是颈椎椎间盘的突出加神经根的压迫。后来透过颈椎嵌入椎间盘的切除加椎体的融合，以及人工椎间盘的植入手术，才让患者恢复健康。稍微有一些手麻而已，那个有一次突然是。连手不能弹，手都不能弹的，因为我要按一些精密的按键，连按下去都没有办法按下去，都要用身体出力下去按。结果去检查的时候，去普通的骨科医生检查的时候，他直接说不用拉了，我本来要去做复健嘛，他说不用拉了，我直接开那个准诊单去大医院检查，做了检查之后就是那个颈椎有问题嘛。这个大部分都是其实长期姿势不良造成的问题，那造成后续就是椎间盘退化跟椎间盘突出，然后跟周围相关的一些骨刺生成，所以去压迫到整个脊髓。那压迫到脊髓跟压迫到周围的神经根，所以才会让他有手麻、手活动的功能出问题，跟脚走路不稳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这样子之后呢，后来就是直接帮他把就是坏掉的椎间盘，然后跟就是多增生的骨刺给拿掉。拿掉之后呢，再用人工椎体跟人工椎间盘，然后把它就是置换上去。那置换上去之后，给他提供适当的稳定度跟活动度之后，他后续就没有神经压迫问题症状就可以减轻。医师表示，因为椎间盘的突出，容易破碎韧带的恢复，颈椎的脊髓腔就会被挤压造成狭窄。如果严重挤压到颈髓，有可能会造成颈椎退化性的脊髓病变，严重者会出现四肢瘫痪，或者是大小便功能障碍。因此，医师建议，如果有颈椎或者是脊椎的问题，应该赶紧接受完整的评估，
并且进一步采取适当的治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强化行人的安全通行的观念，高雄市政府新闻局邀请正美环境小贝来去交通安全的宣导底片。其实这位小贝员警平常时呢，就常常伫社群网站顶面发布交通安全的影片。目前已经有55000多人伫咧追踪，带大家做回来看卖。留着一头短卷发，加上清新亮丽的外形，他是绰号小贝的前镇分局警员蔡玉贝。路口慢看停。绑起马尾，再穿上制服，转换不同的风格，拍起宣导短片，要带领大家进入交通安全的小教室。因为这次要宣导的主题是我们平常去学校都会宣讲的主题，所以拍起来原本要预计半天的时间，然后大概30分钟就完成整个拍摄，算蛮顺利的。交通状况层出不穷，为了提高市民的交通意识，高市府新闻局与超正警员合作拍摄宣导短片，提醒汽机车行经路口应该减速慢行，以及汽车驾驶应该要特别注意车辆 A 柱的视线死角，确认没有行人或车辆在安全通行。还有遇到斑马线时，车辆和行人要距离3公尺，并完全停下来礼让行人，才能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我们再复习一次：慢，路口转弯减速慢行；看，确认左右有无行人；停，完全停下，行人先过。你记起来了吗？其实小贝不是首次和市府合作，先前就与交通局合作拍摄399宣传短片，大受好评。是2个完全不同的风格。那交通局那个因为是广告影片，然后换了很多场景，所以拍摄的时长是蛮长的。那这次就比较简单，然后把这个观念宣导给大家，所以用的时间没有很多。那2次的经验，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拍摄经验，我觉得非常的特别，那也非常的喜欢。平时小贝也会进到学校，跟小朋友们分享交通安全知识，告诉他们一定要走在人行道上，若是没有人行道，也要靠左边走才能看见来车，确保安全。跟有别于以往就是靠右边走，因为靠左边走面对来车比较有办法做出反应。那小朋友我还有就是提醒他们一定要走就是天桥、地下道跟行人穿越线，就符合这次的主题。那如果爸妈接送的部分呢，就是爸妈如果有行进这个行人穿越线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礼让行人。行进路口谨记慢看停的原则，才能确保用路人的交通安全，打造更友善的用路环境。你我多停让，交通安全更有保障。记者潘志光、庄淑婷高雄采访报道。已经失踪真久的凤山县新城南北门遐，最近总算是出现啦。持有文物的林阿公，今年已经高龄97岁，伊当年只开了100块，就为建筑工人的手头买下2块文物。现主时因为感受到文物真正重要，决定要将文物捐赠给高雄市历史博物馆。古迹凤山县新城失踪已久的南北门额，没想到就收藏在民众家中，并在近日决定捐赠给高雄市历史博物馆。反正这个是古迹嘛的，我们要留在这里，不如给我们政府来收藏。持有文物的爷爷如今已高龄97岁，在民国50年代曾派驻在台湾银行担任驻卫警察。当时看到建筑工人挖出2块石板要拿来做水沟间的踏板，觉得可惜，于是花几百块钱买了下来。我讲唔好啦，这款的是哦，做最高啊放无菜啦。我讲你这花啦。我收起来藏啦，伊就我唔知讲摕几百块啊，所以迄个摕300-400块，我讲你啊带几个，这几个带去食啦。家里放置多年的石板，没想到就是清道光年间古城上的门额。如今高雄市历史博物馆已经将文物先移回馆内收存，后续将会同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待相关作业完成后再研议规划适当的展示方式。那其他的门额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我们是不知道它的踪影。那这一次
出土的南门跟北门，算是在弥补了一些凤山县新城的历史文物。2块门额长约1公尺，宽约40公分，用灯光一照，上头的字迹清晰可见，初步判定保存情况良好。因为它材质是石材，所以基本上并没有破损的太严重，那有一些轻微的磨损，那状态算是相当不错的。凤山新城南北门额同时现身，民众以后也终于能一睹文物风采。记者潘志光、苏玉文高雄报道。位伫高雄中华路，来自澳洲的咖啡点心店，头家娘伫澳洲做5档的咖啡师，为了实现开店的梦想，所以回来台湾创业。店内主打是每一天会在新鲜出炉的可颂面包，也有澳洲的国民甜点，加上来自墨尔本的澳式咖啡，真受到欢迎。冲着咖啡，细心的拉着花，这位就是咖啡店的老板娘 Yui。为了梦想结合自身热爱的咖啡，到澳洲墨尔本拜师学艺。多年后，为达成人生里程碑，选择回台开店。从以前到现在，可能本来梦想就是要开一间咖啡店。那其实我先生多少是因为被我影响了，所以他就是被我抓来，就是一起做咖啡跟甜点这一块。那我本来就是因为喜欢咖啡，所以跑去墨尔本去做了5年的咖啡师。那之后是在墨尔本那边遇到先生之后，他在那边学了3年左右的点心。那多少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那我们就觉得说，好像其实差不多，感觉人生到了一个里程的时候，想要还是把这件事情把它完成，所以就是回来台湾开店。有别于一般的咖啡店，带点澳式及港式特色的咖啡与面包蛋糕，尤其最为推荐的就是每日现烤的原味可颂、澳洲国民小蛋糕，还有周围特色的魔术咖啡。可颂的部分可能就是原味可颂，我会比较推荐给大家，可能新手想要先试试看，那又不想吃太甜的话，那一款就是蛮适合吃奶油香的。那甜点的部分有一款点心在澳洲的蛋糕叫莱明顿，那它是有点像是澳洲的国民小蛋糕，它里面是用自己熬的莓果果酱，然后再搭配海绵蛋糕，外面会去沾一层苦甜巧克力的酱，之后会再沾椰子丝，所以它是有一点外貌会有一点点其貌不扬，但是它就是还蛮漂亮的一个雪白的小蛋糕。咖啡的部分，我最推荐的可能会推荐给各位试试看，就是有一款带奶的牛奶咖啡叫 Magic， 就是澳洲魔术，或者是澳洲魔法。那它是萃取咖啡的前中段，果酸调会稍微偏高，牛奶的量大概是会下大概100 ml 左右，所以它其实喝起来是还蛮浓烈的一款带奶的咖啡。而谈到回馈的部分，最让 Yui 印象深刻的是，开店到现在，有些从澳洲打工留学回来的人都不禁回味在澳洲所吃到的可颂或咖啡是多么的令人吮指回味。开店这3个月，蛮多回馈就是可能是去澳洲打工的那一些留学生啊，或者是打工的人回来之后，就会说多少还是会想念澳洲的那一块，让他们很高兴。就是现在高雄这一边有人开了一个地方，让他们偶尔可以去吃到澳洲的可颂，然后或者是澳洲的咖啡这样子。刚满3个月的试营运，对 Yui 来说，目前只想稳定现况，并一步一步研究更多澳式特色面包或当地国民甜点。不仅可以让台湾人不用出国就可以享用到澳洲当地咖啡及国民美食，也让更多留澳归国的学生可以在台湾吃到记忆中的味道。记者由蔡琳、萧逸轩高雄采访报道。每个月一届新农市集，营业额拢突破100万，所以嘛去引中南部的农民纷纷前往抢大位来趁钱。高雄市农业局嘛将大位的数量增加4成，为原本的70几担变成900担，而且后续嘛计划要增加外县市的大位的数量到3成，让消费者会当有更加新鲜多元化的选择。每个月一次的神农市集又来了，但这个月扩大规模，从原本的70摊变成上百摊，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么吸引人呢？原来是农业局从2022年8月份将神农市集大改造，不但环境清幽舒适，消费力也相当高。市长他觉得要照顾农民，所以他把这个凹子底公园这个
全高雄最精华的地方提供出来，让我们的农民来摆摊哈。每月展售一次，营业额都突破100万元大关，也难怪中南部的农民们看准商机，纷纷前来抢摊赚钱。农民普遍觉得去那边效果非常好。他平常普遍来说1天或1、2天的话，都有3、4万块的一个收入哈，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地方可以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收入的来源。为了让神农市集多元化，消费者也能有更多选择可以尝鲜，农业局提供台中以南各县市农民都可以参加，并且持续增加外县市的摊位数，预计未来可以达到3成。所以我们也希望说符合所有农民的期待哈，所以我们再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把我们的摊位数让它做一个大幅的扩增，我们把它扩增了大约40%。虽然说是每个月的例行活动，但农业局这次特别配合当季盛产的凤梨和玉荷包，邀请主厨制作创意料理，以及食农教育老师到场推广相关活动。邀请我们饭店的主厨来做一个凤梨荔枝的一个料理的一个示范。那除此之外，我们也有食农教育的老师会在现场去做印凤梨的 DIY 的一个推广。摊位增加，种类更多元，就算每个月都来，好像也不会腻。期待让更多民众来到中南部最大市集，一起度过美好的午后时光。记者郑光佩、庄淑婷高雄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6月26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